即摆春天，但是最近这几天天气是热甲真唔是款。嘉义的码头山昨竟然是飙到39°1。中央气象署今仔日嘛再度针对着嘉义县、台南市甲高雄市来发布着高温的特报，提醒乡亲爱防日头晒，补充水分，加啉一寡茶水。音乐节现场，大家拢做阵举一支小雨伞。 凉的一杯一杯笑，因为日头强要甲民众晒甲变干。哦，阮规身躯干呢，拢袂真正你安小可小泡落乌伊啊，小泡落乌伊啊。哦，昨茶多多。较早当然就爱啉较济较茶啊。这几天南部日头真热情，民众拢感受到啊。昨家己码头山阁飙到39°迄个高温，后备凉水点加趁钱，就敢若伫咧趁水。 甜度冰会高温多少的？我要无糖正常冰。大概每天增加2000到3000块左右。就天气比较热，客人就会一直上来，都正常冰或多冰都有。3月天乃热干天，后来去中央气象署气候的监测报告，今年2月台湾气温会偏悬，这几天拢会热表表。中央气象署讲，今日天气小热，嘛针对嘉义县、台南市、高雄市会发布高温的特报。 北方的气团跟南方的暖气团呢，会互相较劲。锋面在我们比较偏北方啦，所以我们台湾地区呢，就比较受到南方上来的暖空气的影响。 嘛提醒民众，今仔日各地大部分是好天到侪云，你是同款小热，日间暝温差大。紫外线方面，云林、南投、嘉义、高雄、屏东、台东拢是过量级。出门都要记得抹防晒的保养品，买加补充水分，较袂着霜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